顺快，任务下 Q 下来，好棒！哎，他家好啊，那你好见面看到来，吃到又多啊，又赚到命，唔错，平道。哎，也一定是吧？行啊，咱等来一个平东啊，行啊，看看啊，聊聊啊嘢，唔使转个顺可以行。可以，哎，上門。而家上門同北埔嘅上門冇乜中央哦。棒啊，跟人講哦，本團嚟啊，開始就嚟間考試一下，看有了解一個地理嘅方向冇？哦，嘉南平原。嘉南平原。嘉南平原有三隻通屋。三隻通屋。看一下，但呢有青島豬誒，同一個地名。同一個地名。艾迪啊，豬肉啊。哦，好了，這可能太簡單了。再來高雄，我剛講哦，青島計劃呢，青尾派呢。佢計劃來了，青劍南就大批走咗啊。青島。大計劃。咁屏東係咪還有一隻青太雜嘅一個後誒？做咩叫我大批隻後誒？大批走咗後啊？我都大後哦。係啊，有冇？唔係老後。唔係啦，就青後就叫做阿後。但唔睇到看到後尾一個上門啊，嗬，叫做阿後上門。講到屏東 Q 地名嘅由來嗬，只要一個樹項寫嘅嗬，就會對平埔族阿口一片反過來嘅。對明清時代啊，就當地嘅客家先民對閩鄂也一帶來到一片開墾。第一處阿口上門呢，就係200年前繁榮嘅證明啦。也是個演武客，當然就係提屏東來學武客話。第3個演武地點，亦都係客家城市呢路。當然來到南台灣，南北實驗都愛學，全部以僑養由海軍帶路，愛學世紀武客話。3關結束過後，分數清高嘅人就做咗2隻出資費，再加上通過費哦。除咗以外，也是喺節目地位，線上還會老人分享當地生活用嘅客家話哦。韓國製作單位每一關都有 PK 遊戲，贏嘅人還會有獎品做得拿哦。哇！啲南台灣按小嫩嘅日頭下，提站按就出發了。有你子都跑嗎？有人踩嘛？有啊。妹妹唔錯啊。有啊。啊有啦。有出場了。有啊。出場。黑妹要給黑妹。潘老師啊。啊，走。第三，海軍帶着禮巴來到潮州嘅一間工作室，一位潘先生嗬就會按鍵比較手機嘅客家城市的。一行入來一片啊，哇哦，鬼不見呢都係長嘅山呢，一個山呢啊，老客家城市的都得有乜嘅關係呢？讓我們慢慢的看下去。講，見邊啲愛聽唔來看你啊嗬？專門做山呢。嘿，出嚟聰明哦，今日條路冇斷你是講假山呢有太細件，我冇中央啊。這個是油桐花。油桐花啦嗬，快做得幫人工誒，你冇？哎呀，日本的浮世繪漂亮呢，也給係最近才創作出來的嗎？最新，也給路也合。那個藍色是代表客家，然後這個月亮是代表夜晚。夜間開放的話，就是我們客家婦女晚上就是這樣子溫柔婉約。按等陣咧，樹葉後尾啊，一定有影相動做嘛嘅，今尾來做一個山呢，哦，一個紅葉。也給路頭擺老人家的智慧。頭擺啊，玩某天的時節啊，這種東西啊，很好用。嘅煮飯的時節會以熱天的時節啊，會拍涼。他講人炒料的時節啊，嘅路動好用哦，路拍啦拍涼的，路花絲路落嘢。哦。我去甲阿媽啊吼，我寒細的時節，我阿媽脫胎呀吼，我喺阿媽旁邊睡夢的時節，阿媽正經就會拿一種山呢，啊唔過伊無法去按講啦，伊就一開山呢。啊！伊睡捱睡夢嘅時節，就係你跟我拍。講到山呢嗬，大家都有難嘅回憶咯。唔過啊，潘先生作為一條山呢，是有玄機的咧，也係用一種經濟作為喲。大家對山呢嘅愛情來談看啊，亦都係乜嘅東西咯。也個用乜嘅材質做嘅咧？也給路檳榔葉嘅。檳榔葉，個檳榔葉都係用一種起來，佢叫做按捲咧，你要去做愛啦。檳榔葉嘅唔咩呢？像人哋樹把種安尼，還揾你拆開，唔係佢下背按捲啊，捲得啊。皮啊。皮捲的，人家係哪隻啊？取它的葉鞘。
叶鞘。我实在都冇马上信咧，讲啊娘要槟榔叶做的，做出暗酱，暗到花样的那种山呢。都按你量晒落去看。哎呦，莫讲你怕唔信啦，各位觀眾朋友，一定我信喎，一支暗醬嘅山呢嗬，竟然係對一個檳榔葉做嘅啦！話莫多講，天天出發到檳榔葉去看看啦，到個現場，等陣看到落到跪天嚟嘅檳榔葉，望住係提蘇丹國嘅葉誒，哎呦，我實在想唔到啦，一個檳榔山係樣嘅做出來嘅喏，係你一個來參考欣賞好咧。啊，個有個山呢，那個做地的山呢都安尼啊。哦，有個嘛做地。個哦，哎呀，拍拍的啦，個棉花好白哦。哦，超白呢。哎呀呀，個棉花發。前面那會翻面啦，係啊。名迄度有係有啲濕濕腍腍嗰種感覺。呀。深度的個啊，叫做哪支的？天天嚟記。係，要留下來。哎呦腳哦！冇咧，我看按有氣質，竟然對呀，後面阿姨有練過。阿姨有練過啊。唔該，阿伯來幾看啦。白公。哎呦腳哎呦啦。是哦。唔好唔好。冇幾多太路邊。唔好唔好。冇按過。哦，一壓嘅唔會，一留一個皮，一個皮蓬拍。澎湃。哎呀，你看一個表皮，這個表皮哦，吼，是強溜溜的呢，會出。會出。會出。哦。還有紋路，冇哩哩曲曲。紋路能不能代表壓嘅強嘅健康度？對，紋路要出。我把一個月按你找找呢，剛剛掉下來的。呀這個掉下來2-3天了。哎呀，用的嘛。用的。哦，我留那度頭搞。也個都唔會嘅，下都唔會嘅。一按醬咩？哎，是唔得，軟呐。莫講，啊對啦。丫頭會講挑牛咯，因為丫頭會有光有支撐力啦，山裡唔得唔愛搖哎呀，唔愛出哎呀，哦呀用啲。米下都唔會嘅，踢軟呐。原來做山呢，要用到嘅部分嗬，唔係嘅一條一條嘅葉嘅，係包定發包嘅葉鞘啦。經過先生按你技術過後嗬，天天呢就做得看出檳榔山嘅雛形了。譚先生講，每搭皮落下來嘅檳榔葉啊，都做得用，太爛呢、太綿呢，還有地杯烏索索嘅都做唔得用哦。講到一片按鐵罐愛靠嘅烏蝦花就來了。因為佢啊吼，之前咧水分太多啦吼，啊個細路變糊，啊水分太多啊，你以為幾合花？哦，合花。嚟，你看看咯，有得。呀，哦呀，我知啦，牛水。水啦，足水嘅係水分太多。有聽用講啊，當然上到講啊，別鋪咩要講追水咧。有人啊看人嘅時節，同我講樣講，哦呀，叫兩隻腳看落呢，水用嘅啦。係啦。水過後呢，跟住愛來青島水師合作，要先生評斷一下，看乜嘢？屬羊。哎呦，一天機嘅烏蝦花追水，一樣嘅可能手辦係唔滿意麼？冷款，一個係鹽一杯啦，佢咪偷到嘅青色合做檳榔山，兩手愛加油哦，冇做白開見得嘅，有獎品咯。唔想檢查禮拜。要做得冇？我哋那個可以哦。哦，呀是吧？呀，特色。紅色啊！哎呀，有咩聽？冇功能啊！呀，冇功能啊！冇功能，呀可以。呀，佢做得啦哦！我講，偷個就可以咧。喂下你，對呀。對呀。老師唔可以嚟上當。哎，做得冇？一定做得啦！呀可以，滷米下哈。呀，用呢啲。呀，用雞呀用呢？是唔是雞肉別體？雞肉別體咧，哦呀，雞肉別體做唔得，我用先。媽，佢就冇嘛個喎，哎，就會煎。煎東西就會清飯講，講咯，清飯煎。有冇？冇煎到光哦。煎。一件。啊！別體咧。哎，用得喎。死皮兩葉嘅人啊！咁唔好一袋可以呢？唔係啊，用呀。唔好用啊，哎呦。好啦，唔多做多，兩個豆腐嘅咩？好，豆腐好。吼，最緊一條花，一油桐花啊，吼，白葉呢，略對，把略對來，拼成你的名字雷紅。哎，千位啦。
拈花惹草还轻巧。哎呀，这看看你拢上心啦。啊。冇一袋可以呢。唔啱啊，用呀。冇用啊，哎呦。好啦，唔多做多，人兩個丟股嘅咩？好丟股好。這特色嚇唔拉法啦，誒有啲咩特色？哎呦，冇好一啲可以。也係做得嚟，做得，一啲嘢半啊，幾嘢半啊，兩啲可以。兩個幾嘢半啊，嚟，好嘅。中意鐵棍嘅皮機，尤其係要海軍人呢，偷到錢適合做檳榔山嘅一味，就得讓得先生精心製作嘅檳榔山。潘先生講，做檳榔山嘅一味，先好係嗰種長落下來嘅最好啦。故說見面2-3年就會去順一擺，驗準錢適合嘅各位老每一部分頭，直接攞去剪貼，將你帶進來做檳榔山嚟，佢帶咗去嘅入手。我先用熨斗熨平來，就做得開始做山嚟喲。平嘅以後，如果用嘅山磨，矮山咧會太，哎呀，講磨就錯啦。就是每一次要大小都規格化。啊磨誒會剪好裁好嘅個咧。嗰個如果濃，佢上面有一層蠟膜，特別如安尼都可以用誒。迄樣係可以用。我阿媽嘅時節就安尼就咁樣拍的呢。你剪剪都可以用。今剛來做山咧啊，會在上面做美工的工作創作，花會點，要有個纖維孔隙。哦。一樣會有毛細孔，可以感應染料塞入去嘅意思啦。那它咬得住。弄過後，下地蛋糕疊一層素草紙，裝做的來畫圖。下就等一味嘅盤老婆來俾變到開硬地位，希望拍拍啦，佢都快啲咧，佢就差未啦。對開始愛做山嘅之前，李先生我來分享南北試驗強嘅生活行業了。如何挨到北部嘅供樣板？呢個門好啦，樣板。哎，我哋南部供樣板也有啦，但是一般啊，我講嘢都講樣嘅啊。呀，講頭啦，還有乜啊？樣板線，怎麼啦？怎麼樣啦？哎，有發現到就如何？怎麼樣啦？呀，就係樣板線。那有發現到南部老北部嘅語助詞啊，又有冇共用哦？北部啊，較好講哈，唔好慘啦。哈，我哋南部係呢，係啦，而家都講嘅較遠啦呢。哎呦，我個還有乜啊？還有呀，樣得時。樣得時時間嘛，哎呀，樣得弄樣得時當我聽過。對啊，你皮塊是安尼做，疊，噴，啊樣得時當我做嘅好勢，中央啊。李先生講，南北兩地啲嘅講樣嘅時節，都會用樣一個字，但係啲北試驗會衍生出其他嘅用法，就係樣板、樣板線、樣得時也都有記嘅。我哋南試驗就差唔多會用樣嘅腦來代表所有嘅意思，雖然唔係符合化，不過咪當感謝李先生嘅分享哦。接下來我兩個就聽聽潘先生來完成自家嘅檳榔山了。你爸講為了感謝先生按辛苦嘅搞技講符合化，然後海軍為了自家親身做嘅山呢，送俾先生，真係太帥了啦！所以件千簡單嚟，最緊一條花，一油桐花啊嗬。擺啊呢，略對，擺略對來。我做出來切得獨一無二。阿坤唔要想辦法用一條花嗬，拼成你的名字嚟紅一。我千愛啦，拈花惹草我千強。哎呀，睇下你都上心啦。啊？哎喲，我兩個冇啲大發衝嘅啦，日做啦。潘先生講，細細時節，不靠讀嘅田嗬，都係用檳榔樹來畫款呢。大白都下落嘅檳榔葉，一鋪就會留葉鞘嘅部分剪下來帶進去，剪做山嚟嘅線呢，用來拍風，拍快啲咧，將準度朝來燒，下後要再過去重新剪過一紮來用，完全展現出老一輩嘅人有幾聰明呢。佢潘先生為咗本大家行開了解條擺地方行嘅庶民文化。故說重新設計檳榔山，還個留意提升咗藝術品嘅價值，甚至變做做啲送俾外國人客嘅道路哦，一日就可以客家形式咧。
也两山按用心嘅做槟榔山啊，还个老嘅送本山壁先生做结缘山，搭车几日头嘅辛苦。接下来我前往天意3了，地点就会喺屏东市，我去拜访一位团圆公主啦。家鱼客家方娘娘嘛，系妹先生好啦，先生来叫我哦。先生，我哋南埔係咪做咁多間嘅？咩？阿人講腳魚啊，乜嘅？腳魚啊，腳啊。有你哦，係啊，有上腳啊。誒，我記得我伯父哦，有人講痛嘅。有，我哋有咩要講台語啊？也有人講痛。也要講台語啊。阿太潘講腳啊。哦，台語嘅啦，台語嘅台語剪啊！也凊彩啦，凊彩，也不管是痛嘅啊，乜嘅強嘅啊，你唱高你。專家。專家。我話你熟悉一下來。係啊係啊。哦，嚟。天館嘅客家形式咧嗬，就佢白浦江團嘅產業部，一屏東因為氣候當小暖啊，當時下南浦江嘅腳魚嘅生產，全台灣有800嘅腳魚都係第一片出產嘅哦。一櫃太片嘅養殖場哦，都會有一位團圓公主阿芝來經營嘅哦。本人唔敢相信嘅係阿芝，竟然係一位忙到30歲嘅小妹呢，韓國啊係留學英國嘅高材生哦。3年前啊，喺英國做設計，看到野愛嗬，見來見路誒，就決定愛轉到家鄉來接下家畜產業。韓國成功嘅開創新嘅商機，本人分享為天氣嘅百態青年農民咯。阿芝嘅阿婆太係客家人，不過阿芝佢唔曉得講客家話，不過啊，佢自己當地影響呢，還特別請老佢向阿做些嘅標誌來聽書，一下呢，就來談看啦，也個創新嘅故事哦。唐公妹妹最近有跟談一個什麼合作的方案，係咪？哦，要麼有做個生意一直搞一個鱉出來沒？啊，什麼東西？就是孵小鱉，哈，給小鱉啊，新這個送出來，新研發的，對，新有意思嘞，新有意思，一直了解講哦，腳魚嘅成長過程，錯，從來來就自己規劃搞嘢，對，錯。怎麼會有這麼 surprise 的一個 idea？哪個？我感覺這樣很好啊。預期破蛋日，所以你會知道它什麼預期破蛋日，破蛋日就像媽媽的預產期一樣，所以你會知道它什麼時候要破殼。因為在我爸爸他們在開始飼養鱉的時候，每一次到孵蛋季節，我就有事沒事，我就會坐在那個盒子的前面去看那個小鱉這樣破殼然後跳水的樣子。那我每一次看，我都覺得好稀奇。那我想說，我自己是在養鱉人，我都覺得那麼好玩的，你們沒養過鱉的，應該覺得更好玩。燕兜兜誒，張眼注視，燕兜兜也，兜兜。我站在你後面，你不要有那個，我站在你後面哦，你發你的嘴型來，1、2、3，兜，好，對，就是這樣，對嘴對好了。我想說，我自己是在養鱉人，我都覺得那麼好玩的，你們沒養過鱉的，應該覺得更好玩。沒有看過鱉啊？對啊，就會很好奇呀，真的。哎，我也很想要看一下那個，我現在也很想要看那個到底是看它怎麼破繭。那是多久會孵出來？我大概因為小朋友的耐心有限，我大概是給他們2個禮拜的時間。那如果說孵出來了，哇，那變成就是乾了，那我怎麼辦？對啦。要餵它吃什麼？一樣。就裡面會先有飼料，那飼料吃完就可以給它你們家所有東西，不要有煮過的就可以了。那我們先來去看小鱉，好，那我們再來看它後面。來。好，地下啦，禮拜開卷，賴先生嗬，我留大家分享一下南北試驗場神奇嘅武俠化哦，也沒考試，唔是笑啦。講嘅唔能看到嘅腳嘅人嚇，我目族很認真嚟看黑花魚種講法。來北部誒，北部啊，北部啊，看他那樣的嗎？燕兜兜誒，張眼注視，燕兜兜也，燕兜兜誒，兜，燕兜兜也，兜啊，來，你的嘴巴上面一點，兜，
了，哎，丢有了，哎，我站在你后面，你不要有那个，我站在你后面哦，你发你的嘴型，来，1、2、3，丢，好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对嘴对好了。好了，好了哈。呀，天爷，莫咸咸的。哦，唔咧，念紧紧的，念紧紧的，听什么？念当当的。哦，错错，念当当的。念当当哎。啊，真。眼神专注。念夫妇的。哦，错，演夫妇嘞。哎，真的吗？哎，标准。好，再来。念嘛个样？念餐眼神涣散。念餐的。念餐的。念餐看唔清楚，那个样要看冇看到嘅石頭都踢低，念餐哦，进餐路一样。呀，白鋪啊，呀，白鋪嘅好。南部流嘛。念思思哎，念思思耶。哎，不得了。这个好一点。念思思哎。念思思。好了，你爸来看看咯。念餐哎。念恰恰嘅，哦，念恰恰嘅，念做切惡嘅。用係特別都講唔錯嚇。冇，哪弄咁嘅？哪能咁嘅？因為念恰恰嘅，係啊。念恰恰嘅。就恰恰。所以如果以後你們要念這個不會，你們就拿一顆橘子在旁邊，就會了。好，聽什麼啊？了解我嘛？念環咩？念旺嘅。念旺。我覺得他好可憐，他平常不是這樣，他跟我出來就變這樣子，我真的覺得很對不起他。嘿啊，看什麼欣賞啊？你也是拿親自寫哈？哦，講嚟講啊都。有哈，搞了養小哪得會亂本曲啊？哈。係啊，我用派用格神哦。我們有流浪鱉鱉之家。流浪鱉鱉之家也有，你到底給我搞了那麼多名堂出來，你的鱉到底有多厲害啊？就是不想讓你們有任何負擔，所以不需要任何理由。如果真的不能飼養了，我就幫你帶回來繼續照顧。哇，阿姊姐佢係一位當有愛心嘅人呢。唔過過嚟一講隻題目嘅話嗬，家下先生嗬分享嘅當到，攞母豬看東西有關係嘅武俠法嗬，好啲唔係考試啊，希望你把老海軍我係根本嘢就差未啦。雖然冇一面考題，還係要繼續考個，按你就做嚟繼續傳下去啊。哦，你爸你是看過啊？唔是看過好，我當上去捉佢呢。哎呦，唔點會咬人冇咧？係啊。會不會咬人啊？小時候他們還是 baby 而已，所以還不會咬你。這些都還是 baby，對不對？這個生出來大概不到1個禮拜，然後這個是2個禮拜的。可以這樣去抓它嗎？可以，手盡量打開，然後放在手掌心。如果你這樣抓它，它就會很怕，就會想要咬你。所以那我試看看哦。書會打開來啦。這樣好不好？對。對不對？唔看夾木豬。哇，黏當當的嘞。那個可以去摸嗎？可以，你2隻手下去，然後再慢慢上來，它就會全部在你手上。試試看吧，試試看，一定要嘗試一下。爸，你來啦。好。退5卷，叫我輪流退5嘅。睇下，1、2、3啦！沒有落去做嘅，沒有落去做嘅啊！哦。弟弟，老師出來救我！老師。係點樣？100人量又唔敢做。最硬師傅胖，光說不練嘛，手又唔敢。至少我有動作，你坐在那邊。最胖他說我光說不練，不過真的是會害怕。你看我沒有看過那麼多聚集在那邊的。最硬師傅胖啊！唔叫你講啊！唔叫你講啊！唔叫你講。最硬師傅胖。最硬對，師傅胖。來，再來一次，來。又係武俠法哦。1、2、3。最硬師傅胖。哦，講得相當的標準。
恭喜你吧，抢下第一分，海军要继续加油哦！而从阿兹强弱，面对艰难的挑战，莫用最硬手棒，用硬劲精神来去上网打拼，就会成功啦！一天关嘅 PK 遊戲來了，我去聽書阿芝來熱台五輪，看看能慢運氣下好，就得先熱到手心軟。兩個人就來帶走小編培育盒，終於看看啦小編係樣嘅鋪出來嘅。所以人啊，驚怕會有恐怖嘅成分，我先對海軍開始好嘞。现在要怎么挖？因为这个沙子的深度很深，那你的手一定要挖得够深才挖到蛋。等你觉得它的质感跟沙子完全不一样的时候，你的力气就要稍微控制一下，因为如果你继续一样的力气，就会把蛋挖破了。你要很用力，先大力挖。对。可是你不是说不能太大力吗？可是不大力伸不进去啊，它沙子大概会有这么的深。那破掉的时候就没用了吼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。那你挖几天之后，你的肌肉就会跑出来。你就不用去健身房做什么重训。干嘛？你挖到了吗？这个吗？没事哎。天哪，我太幸运了吧！你看，要个 pass 的，要个 pass， 等一下。然后我要给观众朋友知道一下，我是有多 lucky 的一个人。你真的太厉害了，我都还没有挖到。观众朋友，来发誓哦！说实在，是不是真的没有塞过的？真的没有。你在安慰我哦。太厉害！你看那个沙子都是密的啊。而且我还没给压在那些破掉哦。对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慢慢的从旁边再挖下去。哎呦！溜，会有几颗？不一定，大概是10颗左右。哎呦！我们挖起来之后就会把它放在这个上面。海軍也運氣用不啱好咯，冇到1分鐘，竟然就熱到落嚟啦，連阿斯都披風呢。一件產卵時候就氣體養出廠嘅順項，團學我哋按部頭都打造一之間嘅時間，睇到一片來生卵，一擺就得生10個粒卵咯。下面害羞，下面还有哎。你有没有请挖弹工啊？好哦，我觉得你可以了。真的哦，完全都不用实习呢哦。天哪，我工资算你便宜一点哈。好 ，OK， 我每天都让你吃鳖蛋。糟糕，这太深的我不敢，这个要点技术。哦，小心，这样会不会太粗了？哦，好多哦。阿芝，这个破了呢。对，你也会有失败的时候哎。那不是我。他自己会这样子吗？因为有时候他鳖妈妈他们在埋蛋的时候，也自己有可能会自己不小心，对，会把它弄破。哦。阿芝哥就因為團嘅冇生意，為了亂滅爛鐵，故所記得啲繁殖期嘅時節，就會大早就去熱卵，上次團嘅老之前生嘅卵都滅爛鐵嚟啦。看到一種情形後，你爸就驚講自己要棄權啦，因為佢將自己出手出腳，為了卵種下都滅爛鐵嚟啦。莫安尼啦，不要這樣子好了，因為。畢竟他是長輩，我們再分100幾啲。哦，做得。現在唔好講乜恐怖嘅懲罰。好啦。請問，一條我哋一啲卵地度咯，唔本來出乜嘅人都有受精的，乜嘅人都胖嘅冇。呀，有受精過可能較黃迄款的，迄咩？呀，種迄咩都有受的較黃的。公布答案。這個是有受精的。有2個顏色不一樣，所以一壓袋就有，變成壓袋毛。壓袋毛，那他這樣不對了，他就必須要殘酷的接受懲罰了。這個給你看。要用碰鏡看咯。碰鏡10看啊。哦，真嘅呢。有樣啊冇呀。好看呢。你這樣係可以啊。好看呢。個月最少啦，落去200萬哦，用我囤的咯。真的那麼貴嗎？便宜的很便宜，然後貴的非常貴，它最貴的比一顆寶石還貴。啊！那他這樣不對了，他就必須要殘酷的接受懲罰了。冇哎呦，嗱，喺老人家咩都帶飲嘅，冇身體好痛啊，有冇關係？唔做哎樣碰係講嘅句話，係神嘅。
爱无才挑，爱无只才挑，爱最硬是木棒，爱到了嘛？哦，哎呀，哦，恐怖惩罚，哎呀，恐怖惩罚，唔是多样的呀，来，牙咪下看看啊，哎呦呀，完全都牙嘅閃省啦，心肝卜卜病。会讲黑妹，就是他很害怕的意思，他的心呢就有如那种快心脏病蹦出来的那种感觉。你念一遍，你不会念也接受最严重的这种惩罚。我知道，要不然你们两个一起去哦。第二个字你再念一次。心肝，心肝宝宝白表。来，你会贵你刚来才。 1、2、3，心肝宝宝白，好，相当标准。第三句武侠话完全就反映了李白嘅心聲，心肝卜卜表。恭喜李白講錯你，上到天一款，至一關有乜嘅恐怖的懲罰咧？也就係愛情太短呢，10秒鐘。唔過啊，看在李白德高望重啊 ，enjoy 敬老尊賢就算你啦。一拜嘅 PK 嗬，係有海軍人咧。 順利帶走阿芝準備嘅小鱉培育盒，來去兩種品料。韓國人士一路以來支持阿芝嘅謝爸爸，謝爸爸韓國到咁解有客家背景，一點嘛連阿芝都唔知呢。姓謝的有2個地方啦，一個是寶樹堂，一個是陳柳啦。哦，是哦，那你是陳柳。那剛才老阿娘我們的客家有什麼關係嗎？是我阿媽。 哦，是爸爸的阿嬷，好。他是客家的。客家吼，我姓謝，我姓謝的吼，准和我阿嬷過招的。所以說你現在是聽得懂，但是唔曉得講。給明夜看到他這麼的，算是有那麼的成就啦，哈，你應該也很開心。對，很安慰哦。是哦，那一開始接的時候，你唯一很不放心的地方是在哪裡？ 他的經驗可能在商場啊，在現場啊，可能還是比較欠缺的。我在後面，那慢慢看，慢慢跟他指導。那他今天有這一些那麼多他自己努力出來的成果，你贊不贊同？我贊同。 因為阿爸全力支持，本阿芝做得更加安心嘅，喺線上幾項全力衝擊。而目前啊，除咗開發出小鱉培育盒以外啊，還成功嘅外銷日本嘅台語蘭酒。另外，當好學叫嘅阿芝啊，甚至還做出嚟有台語成分嘅酒食品咯，這個很強啦，也就係天咋啲屏東客家中嘅客家新勢力。 到目前為止，靠為3季武俠化，李白以2比0領先咧。前面站主題重置，到底有哪種嘅客家形式咧？睇睇等等人咯。老闆好，條架。老闆喺地杯，我帶你來看。哦，條架都地杯啦。來我們。來看乜嘅東西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聽人呢度已經提嚟啦，爸。來，好。 前面一關來到長治鄉嘅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，唔過樣嘅看啊，都係無所謂呢。但如果大哥講啊，一片仲享有台灣幾10間嘅觀賞水族廠商，唔單止係台灣 No.1，咪係世界 No.1咯。2017年，觀賞水族產業就被台灣創造為75億台幣嘅經濟奇蹟啦。 啲大嘅公司啊，就係培育其中一種水族寶貝，風靡歐洲到日本咯。日來看看啦，到底佢賣嘅寶啊？嘅係我哋老闆。老闆好，你好。你好。哎呦，咁樣嚟看乜嘅啊？安講哦。看乜嘅東西啊？哎呦，有雕牙資料出來看咯。還有唔係潛隊嘅。是。哦，潛隊嘅你蟲師嘅，你睇。我哋安徽講客家啦。係個當地嘅客家人。啊，當然一個條架嘛係客家人啦，吼。條架唔係。啊，沒客家人哦。我老闆你是客家人呐？不是。那請問一下，你姓什麼？哦，姓蘇。來過來一點，沒關係，我已婚了，不會怎麼樣。沒有，安heel上哦。對，安heel上，42歲。我聽說你在養了一個非常非常尊貴、昂貴的
东西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来，要给。来，看不到啊，看不到，就拿这个给你看。要用风镜看了。哎，用风镜。哎，风镜10看啊。哦，真嘅呢？就样啊，我呀。好看呢。你这样来看呀？好看呢。你有吗？哦。不过他们在干什么？他们在打架吗？他们现在在吃东西。哦，这个就是的。要一圈圈的看人伫讲呢，真紧啊！我就爱用看唔到出来哟。来，看红色嘞。哦，有看到无？要多带黑马个东西呢，按你的风这个叫做按你水晶虾。水晶虾不是板豆的时候吃的那个料理吗？不是哎，这个是观赏用的，纯粹在看的。宠物。对，这是水族箱里面在看的东西。有那种东西吗？也喺香港嗰種水晶蝦有食了，嘅嘢再食啦，落去200萬哦，用我囤的咯。真的那麼貴嗎？便宜的很便宜，然后贵的非常贵，贵的到幾十萬都有。它最貴的比一顆寶石還貴。啊！哎呦喂呀！你要睇唔上喎，呢隻冇到2公分嘅下降，竟然愛企下食飯咯！哇，老李吧，係個海卷咯，嚇到木當當嘅啦！哇，一個薯條加工嗬，20年前台灣就有人開始來研發觀賞水族，也幾年來品種當家嘅開發品質又當穩定，就喺國際上佔有一席之地咧。尤其係觀賞用嘅蝦公啊，全世界嗬實際地位有9隻喺台灣學出來嘅喲。直至2005年，老險市變作新人喺屏東一帶土地上開始來學水晶蝦，對細細間嘅水族館開始，到目前有3個大型嘅繁殖場，而家帶入來嘅大哥啊，就係家嘅研發員工啦。家的平均每年就做了生產超過3萬隻嘅水晶蝦。其中含有一種品種哈，單稱一隻嘅價值啊，就比過一台中古汽車哦。最貴的在哪裡？就在這裡。為什麼它會是最貴的嘞？因為它身上的紋路跟人家不一樣，顏色會有變化，它的紋路比較特殊。有一些是黑白，對，然後有一些是有一點藍色、金屬藍色。我們稱它叫藍蟒，它就像蟒蛇的紋路。真眼從來沒有看過，今天這個大開眼界。這個目前台灣也只有這裡有，另外的話就只有我們賣過去的韓國。你說一尾這樣子要價多少？15萬。哦，要一米25萬，佢按多一點點做幾百萬。哎，你那個恐龍有冇？按太米，那不是15萬啊！你看這一細細的呢，哦，幾百萬，哎，一箱幾百萬的。哎呀，差不多一箱啊，就有300萬蚊比例。對啊，這麼跟你們講。有沒有歐北同呢？這樣子你們可能會覺得他很驚訝，但是如果說沒有辦法理解。對，因為它有一些特殊性。但是如果說我從前面我介紹一般的開始，那你就知道它有多困難。哦，給他先入題了。入門款，那我們就來去入門款，困難是走馬給用嗰邊呢？15萬19萬哦，貴8萬嘞。入門款就是這種紅白水晶蝦，它原生種是從大陸來的一個叫做蜜蜂蝦，它以前的顏色是這種灰色的。那最早呢是從日本那邊開始，日本那邊開始魚缸裡面培植，然後慢慢的篩選出有紅的、有黑的。那發表之後呢，世界各國就為它開始瘋狂了，因為從德國也有，從歐洲那邊也在瘋狂，這個日本也有瘋狂，就分成2個系統。那德國那邊呢，它喜歡偏紅的。整隻都紅色，他們叫超級紅。日本他們的白色是一種很尊貴的一個象徵，就希望白色的越多，然後就慢慢的分成2個系統來了。那台灣慢慢的覺得它很有意思，也很漂亮，就像一個這藝術品一樣。慢慢的我們就做出不同的紋路。然後先跟你介紹說，這裡有一個就是紅白水晶蝦，日本國旗有整張白的，然後中間有個圓圈圈。對。好，那這就變得像不像一個日本國旗？超像的日本國旗呢，所以我們會把它慢慢的做它不同的表現。那因為日本那邊的趨向於白色越多越漂亮，對。那所以說我們盡量就把白色的越多的靠近在一起，把它一起去交配，然後讓它生出白色更多的。好，那我們再看另外一種，在那邊。好。來，我們的節目呢忘了跟你報告了一下，就是要來學烏克語啦。好下巴，真心話，愛成長啊！準備要搞咩花啦？下巴嘞，音樂，水念念童，
你要不要讲哦？哎呀，你讲一摆过来，你讲一摆，你要讲。追捏捏童。哎，很厉害，厉害！哎，你只是养那个虾子，你看有语言天才哦。对，刚好。阿妹。哦，因为民意好，贴观察伊下公啊，伊下公的嘴啊，就像底下底端的嘴样。哦，捏捏虫啦。啲相關嘅胡客話愛學嘅就係唱下公嘴嘅樣嘅，最啱一同，用起你吧這輩講出嚟，這個拿到一款呢。接下來，戴先生愛分享撈水晶蝦養殖有關係嘅胡客話。先生講，因為也嘅較困難，叫做無靈嘅考題，唔過係你愛認真好個。其實買嘅下公吼，清得錢嘅吼。係啊。按規呢，古時候咧皮用出一種清撈色嘅時候，就最緊乜嘅呀？酒種哦，就是品種色純。啊，另外一種呢，有咩個喜歡酒種呢？因為酒種呢邊呢顏色越來越多。哎，哦，酒種一方面黃皮，一方面呢都會色嘛。哎呀，很多酒種。哎，對，在國外都啊。哎，他學得不錯。哎，酒種會變色呀，啊變色呢，我哋呢種講。酒色，哎，厲害喲！十八酒種。阿油呢？在身邊的呢，會講的棕色的，棕色的，改變顏色。酒種棕色。哎，牛語言那個語言天才哦！哎呀，有，哎，冇聽錯，冇那人祖先有行有咩冇聽錯啊？哎呀，酒種酒色專色，咖啡咯。哇，薯條家講嘅很標準咯，真激動聽咧。按住些各位先生嘅分享，薯條家講愛本禮拜係個海軍，行開了解家教嘅酒種、酒色、專色嘅觀察。接下來我看你就係進階版嘅水晶蝦了，韓國家的話係你台灣嘅驕傲哦。第二種就是我們台灣自己研發出來的，研發然後突變出來的蝦子叫做黑金剛，身上也是會有白色，可是它身上的黑是特別的黑。並沒有，因為是藍紫色。對，它的藍紫色，而且它的血跟龍蝦的血一樣是藍紫色。那在德國那邊呢，在2013年的時候，這隻蝦子曾經有一些業者帶去那邊參加比賽，然後他得了世界冠軍，那時候。那比賽是要比什麼？比它的色澤，比它的紋路，比它的色澤，還有它的創新度，還有不同的不同，因為德國那邊都喜歡新的東西。那我們做出這隻蝦子的時候，帶去到德國之後，他贏了全場的總冠軍。之後呢，他又帶去日本，在日本的雅虎拍賣上面標了一個70幾萬日幣的一個價格，所以日本人也為之瘋狂。薯條家講，佢常用嘅下公嘅電子駕車，對一般人來講係冇乜嘅做得了解，做乜嘅做得買到安國嘅駕駛呢？簡單來講，就像賴先生家分享嘅3支胡客法，新品種嘅下公就係靠酒種來行出新嘅品種，一個酒色、專色來變出獨一無二嘅色彩版本。韓國單採一隻新品種嘅水晶蝦，對研發都品質穩定。起碼我有3年嘅時間才算成功，喺韓國唔是講一地杯哦，我失敗過幾多擺喲。故說一個駕駛啊，自然就變到當高位啊。一下再過來看看啦，薯條家還有哪一隻 Pro 級嘅水晶蝦呢？德國他們的蝦子來到台灣之後，我們也嘗試着說用我們的方式去做改良。結果我們做出另外一種新的東西，叫 Galaxy。大家是冇看冇一隻任何品種嘅下公哦，也是個薯條家啲皮肉按到下公過後啊，從來唔使出現過嘅花色，實名就賣150萬嘅天價哦。哎呦喂呀，你睇到我啊心肝卜卜表啦！哎呦，然後喊起來做業務好咧。對咧，似係民意館嘅業務啊，我來比看賣人冇水較好。乜嘅呀？你吧。唔要啲講乜嘅老人家嘅模組看唔清楚，唔想比啦，做唔得。唔看海軍都讓唔想好嘅呢。都冇安尼啦。啊？安用，哎呀，你可以找隊友。隊友，嗌簽條架做啦冇？做唔得啦，要裁判啦。哦，去裁判。伊用嚟偷伊嘛，要偷來啊。用嚟就簽現場咯。你覺得賴老師可以簽證？
有赖老师。你们哪要看比赛呀？拜托，按准都赖老师可以选择，不可能选老板啊。拜托啊，你就先爱亮啥，到底要亮白色呢？对不对？就亮白色，老三是谁来比？说对不？两个老人家哦，我养你。唔看，原来是上9次先呢，你吧唔是讲啦。好啦，俺讲，爱看唔对了啊！哦，做书跟你，他过来的，他有书啥的，呀边上，留到我，留到我，有留到啊！亲密关嘅遊戲嗬，我來挑戰萬年嘅墨水較好，對強種品種嘅水晶蝦地盤，掏出3隻來，本有國際裁判身份嘅薯條家評判一下，看萬年嘅價值起高，也請各位選手抓好離手，3、2、1，請揭曉。好。比賽它有一些固定的规则，第一个它有它的体型，是它体型越大只，它的分数越高。啊，如果你左右两边的话，那我们平均组赢了。就是这一部分而已，不要想太多，它只占15%。哦，才15%哦。对，然后呢，第二个呢，我们要看它的颜色。是。颜色呢，我们呢以这个虾子叫红白虾，它白色度越白，还有红色度越红的话，它分数越高。所以是我们的百岁人日。好，再来呢？这占多少？这个占40%。哎，能讲占40%哦。40%，故说莫看老人家，因为老人家咩人爱能讲，基本上客家人啊。哎，今日点样我尊重老人家，你对不对？哦，你老婆很尊重老人家，对不对？当然。好，为了老人家来，还有吗？还有呢？再来的话就是它的一致性。一致性呢，包含它身上的纹路，包含上它的体型的大小，对，包含你今天来参加比赛的时候，你带这3只看起来有没有像，相似度够不够？这个也占了非常高的分数，占了30%。那么高哦。对。哦，所以嘞？这是比较没颜色，这是有红色，所以当然这边的百岁人组的相似度赢了。我就同你講，唔做唔得看老人家目色冇，我喊賴老師嚟聽住，知道目色當好誒。最後一個就是它的活動力。我的是撈氣質款的。哦，氣質嘛，可是它活動力不好的話，就表示它的健康度不好。因為我剛剛為什麼會想撈這一米啊那粉紅色一點哦？因為粉紅色就像形容少女般一樣啊，對不對？可是他是年紀比較老的耶。有打到吧？強老啦，個老唔可以做當本作到嘅啦。老過老人家，唔可以做當本。我說我撈到老人家嘛。是的。熟太了哦，熟太了哦。親密關嘅 PK 遊戲由呢百歲人類組贏呢，本來薯條家要送一隻水晶蝦本你吧，你吧一看，哇，一隻幾廿萬咯，哇，該快死啦，就流體一片，尤其非常的請薯條家看就好咧。親密總結今日嘅成績，司機無下發，你把講錯嘅3機拿到嘅3分，海軍全軍覆沒，恭喜你吧！帶住今日嘅主持費、韓國紅歌費，嘅3冠嘅任務，海軍贏到嘅2冠嘅獎品，沒說係皆大歡喜啦！下禮拜圈擇時間，節目下愛繼續帶領啲台灣情報必有。